聖誕節聖經故事。蒙大恩嘅女子啊，願上帝同你同在。瑪利亞立即將要懷孕生子，要將佢改名做耶穌，佢係完全聖潔噶。佢係上帝嘅兒子，呢個世界上冇嘢係上帝做唔到噶。我係上帝嘅使女，願佢嘅旨意成全啦。喺未婚夫約瑟夢裏邊，約瑟，唔使驚，你即管娶瑪利亞過嚟啦，佢嘅 BB 係從聖靈而嚟噶。約瑟帶住大肚嘅瑪利亞到伯利恆城報名上冊。約瑟同瑪利亞去到伯利恆城嘅時候，佢嘅產期到啦，但係所有客店已經滿晒啦。於是佢哋去咗馬槽嗰度生下耶穌嬰孩，用布包住放在馬槽上。天使向伯利恆城郊外嘅一班牧羊人顯現，告訴佢哋耶穌降生嘅好消息。天使臨走之前一同讚美神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跟住牧羊人就去揾耶穌啦。牧羊人終於揾到包着白布臥在馬槽嘅耶穌嬰孩，然之後佢哋將呢個好消息傳揚開去。有幾位博士見到天上面有粒明亮嘅新星，知道新生王已經誕生，佢哋跟住粒星嚟到伯利恆城。呢幾位博士見到新生王耶穌基督降生，獻上黃金、乳香同沒藥，佢哋非常高興啊！最後祝耶穌生日快樂，記得呢個聖誕節係慶祝耶穌嘅降生㗎。願主祝福你哋有一個愉快嘅聖誕節啦！Merry Christmas！